追踪秘书是台版柬埔寨这个诈骗集团，因分别伫新北淡最高桃园场咧关61个人，佫造成3个人死亡。被害人一旦落入这个陷阱，歹徒就无拍算要分离开，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幼，也有前一工这个职位负责收尸。资深的刑警就讲，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段有够粗残，根本无将人当作是人。警方昨日伫家人的七堵，又佫抓一个姓部的女性教案。 是集团重要干部，人称大姐。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2个人被抓起来。双手拢互铐起来，互员警掠掉咧，带离开警察局。说保的小姐真细粒子，真歹想到伊是诈骗集团的高阶干部，连地档的拢爱叫伊一声大姐。除了担任面试成员，阁负责审核控管被害人的口座。伫家人互掠，警方深入追查，这个诈骗集团敢若是台版的柬埔寨。 诈骗集团的分工真幼，第一站的人员先伫网络打广告，被害人哄骗了后，交予第二站的人员直接，会甲被害人的证件、口座、阁有手机没收，个人带去银行办约定口座，上尾也甲因关去关人质的低调，交予第三站的人员管理，各设清洁工的职位负责来收尸。现在每个人的账户都高达20万以上，不是像以前这么好取得。因为网络银行，我随时在任何地方，我只要有账户密码，我可以把诈欺集团 钱随时转走，它不只要控制你的账户，还要控制你人的行动。 这个集团前后关61个人，以每一个人手头平均2个口座来算，2个月来至少赚几啊亿。不过因连家己人拢骗，一开始工作人员一工至少会当领2000，不过后来甩伫拖。第一档的红掠的时，身躯顶载52万，嘛是顶头交代要发予基层的薪水，上尾也煞伊当作是落跑费，家己吞落。不过最近一直有扑死的案件，主审员警嘛烦恼，会有其他甲被害人绑出来的诈骗集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 这个还有其他的诈欺集团也用相同方式有囚禁这些人犯了目前已经有32位嫌犯红掠，21个人互羁押，警方嘛当咧继续扩大追查，要互民众继续活伫惊恐当中。